自从2023年8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上帝的旨意做依归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箴言》第3章第1到12节。我的囝，毋通袂记得我的教示，你的心着持守我的诫命。安尼，你会长岁寿，好过日，享受平安繁荣。毋通互自爱甲真实离开你，着拔伫你的颔棍，刻条伫你的心内。安尼，伫上帝甲人的面前，你会得到恩典甲好名声。着专心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的所做，拢着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毋通看家己最有智慧，着敬畏上主，离开歹事。安尼，你的身体会勇健，你的筋骨会勇壮。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头水的土产献互上主。你的七仓就会满，酒窟有新酒满出来。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上主的管教，嘛毋通厌恶伊的责备，因为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，亲像老爸责备伊所喜爱的人。用上帝的旨意做依归。人有一种天性，就是伫生活顺遂、成就发达的时阵，认为一切的成果拢是靠家己的能力加上努力打拼得来。一旦生活无顺遂，甚至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才开始想着上帝。某种程度，古圣经所描述的以色列人，就经常伫顺遂的时，袂记得上帝，背弃上帝；直到受苦的时阵，才想着上帝，搁埋怨上帝。当然，上帝是仁慈的，就算伊的子民搁再安怎背逆，伊也愿意看顾保守因。不过，信靠上帝并袂当保证咱袂拄到任何挑战甲挫折，只会通保证咱伫任何处境中，伊拢会引带咱。箴言第3章一开始就清楚甲少年人讲，毋通袂记得智慧的人所教示的，安尼才会互人享受平安，搁得到上帝和人的欢喜。只不过，人总是一无细字，就会陷入倚靠家己的聪明，互家己陷入困境。这并毋是讲敬畏上帝的人就袂拄到任何的困难，是无论拄到倒一种处境，一个专心倚靠上帝的人，事事拢通用上帝旨意做依归，互上帝指示伊的路行伫正路。所以箴言讲，敬畏上帝的人等于得到好益。咱遭遇困境的时，上帝医治逐种的伤痛。伫一生中，差不多无人袂拄到逆境，无论是面对家己还是厝边的人，生命的难题，譬如学业、事业和人际关系挑战，婚姻和家庭的问题，亲友的离世等等。真侪人的心灵因为安尼受创伤。咱永远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伫生活中会有这个挑战甲挫折。检采是咱犯过错所致使的，或者是别人的邪恶造成的。搁亲像天灾会发生，有诶根本无法度预测，有诶可能是魔鬼的试探，
有诶甚至是上帝永远诶试炼。无论安怎，我都理解是来自人类诶局限性。人我都亲像上帝共款，全知、全能、全盘知影所有诶代志。因为安尼，我靠家己诶聪明是有局限性诶。人伫顺遂诶时，好亲像家己所做决定拢是对，却毋知影危机可能早就浮现，只是常常是无法度看清楚若定。相反诶，伫逐种挑战甲挫折中间，上帝早就已经为咱开路，只是还无半分见日，咱才看袂到解决之道。敬畏上帝，信赖伊，袂互人因为安尼知影万项事，也袂知影安怎避灾解厄，是会当体认家己无法度知影所有诶代志，所以将一切交托互上帝，用上帝旨意做依归，互伊指示咱行伫正确诶道路。默想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我有感受到上帝引带无？伫什么情况下，我比较会当感受到伊的引带？什么情况下无法度感受到咧？无论伫顺境逆境，我有感受到上帝引带无？伫什么情况下，我比较会当感受到伊的引带？伫什么情况下，我无法度感受到咧？咱来祈祷，主爱上帝，我知影你是全知全能的主，你知影万项代志，一切所发生的事，必然有你的旨意。求你互我一生倚靠你，无倚靠家己的聪明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